年客家，大家好，今年俺又来吃客家菜了。这客家菜呢，在我们印象当中，它是非常非常好吃，而且可以变化多端的。光是一道材料，我们就可以变出很多的口味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特地邀请到客家菜的大佬来为我们介绍。邱家好啊，侯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我们知道这客家菜，哇，我们现在桌上已经摆出来了。哎，这一道就是我们的菜脯卵了。客家嘅菜脯卵哈，啊，係就農歌誒。菜脯菜頭嘅做，菜脯卵是非常好食，口味非常好哎。哦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的。哦，还有这道菜，你看一样是卵，七眼茶煎卵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是七眼茶，哎，九层塔，哎，個客家話講七眼茶，七眼茶煎卵，煎卵呢，哎，味道冇相同，煎出來嘅卵。味道非常的好食哦，口味非常的好哦，这是客家人的特色啊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九层塔的味道啊，七眼茶的味道，我最爱的，跟这个卵混在一起啊，这个啊，吃吃看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味道我是最爱的了。不过这边还有一道菜哦，这个色香味就俱全了，这颜色很好，我吃吃看哦，这大概是什么？这个腐乳含的味道很特别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呢係鹹卵豆腐瓜，哦，炒嘅菜，這客家人的特色，非常好的料理。哦，鹹蛋苦瓜、鹹卵腐瓜，對不對？它是含腐這種味道最剛好。哎，錯，哇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！所以我们一起来吃，好不好？我们客家来懂好食啊，来一起来吃嘛。来。所以啊，我们说真的啊，所以讲客家法真的是落伍啦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退步哦。哦，我讲客家法是没退步，是我们菜脯卵，七眼插煎卵，鹹卵炒腐瓜，菜脯卵當好食，七眼插煎卵當好食。一缸缸燒菜。